世界萬行台攏佇咱台灣成眼界。觀眾朋友大家晚大好，我是主持人吳平仁。最近社會一個話題，印度移工要來台灣，講是規矩歹，規個社會會武歹。但是新加坡記錄看起來是無這款，到底是人民真正的聲音，還是中介無錢通好賺？今仔日4位專家學者到底來討論。首先介紹現場的來賓，頭一位政治大學國法所副教授魏美娟。大家好，我是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的魏美娟，今日真歡喜有這個機會來討論這個議題。那麼第二位是台灣人權促進會資深研究員施奕翔。主持人、各位朋友大家好，今仔日真歡喜會使討論這個真重要的人權的議題。那麼第三位是華語、英語、印度語翻譯的博士，在台灣已經27年的考譯員李美娟小姐。大家好，我是李美娟，我是印度人。第四位是前駐印度記者，駐印度8天游子薇。主持人好，大家好，今仔日真歡喜會講來到這，我是游子薇。那麼繼續咱來關心，這是什麼新聞？勞動部部長洪申翰表示，第一批印度移工上緊在今年會引進，有民眾在公共政策網絡參與平台來提案，要求政府要先確保着國人治安，無限期來漸慢引進到印度勞工。那麼針對着這件代誌，勞動部強調會對各方面落去評估。勞動部長洪申翰進前備詢時有講，頭一批印度移工可能上緊今年引進，引發討論。有民眾在公共政策網絡參與平台提案，要求政府優先確保民眾治安，無限期暫停引進印度勞工。產業需求也是要去了解，還有去處理。可是同時，一些民眾關心的重點，我們也是要去兼顧，需要去設想，去做好一些相關的配套。根據勞動部統計，到今年2月，台灣移工超過86萬人，主要來自印尼、越南、菲律賓、甲泰國，也蒙古、甲馬來西亞移工真少，甚至是零。相對亞洲其他國家，日本有15個來源國，韓國17個，新加坡11個，台灣的來源明顯加真少。專家坦白講，社會對印度人無信任，誠濟政府引進印度移工的政策，敢若親像浸水的米西歹芳。產業低薪的問題，這個問題必須要先去解決。低薪年輕人，他每個月領的薪資偏低，沒辦法去養活自己的時候，他根本也不會考慮要去結婚生子，都用一些偏頗的，甚至於說違反事實的言論在評論這個問題。那同時又跟我們國內的政治又扯上關係嘛，這樣就會造成雙方的對立越來越嚴重。對民眾的反對聲音，勞動部閣再講到，會對產業人力需求、民眾的關心甲配套的完整這方面，以及具體議程，攏會好好來評估。監督未許講去做。記者綜合報道。觀眾朋友看到這個議題吼，表面上看起來哦，這個印度啊引進啦，講有的甚至在講來性侵啦，安全都安全，社會治安會變歹，這是言。但實際上，咱來看講其他。有引進印度移工的這個國家，敢有治安真歹？事實上數字證明並無，這導致來。那麼到底是咧反對什麼？那麼有人就講哦，講這是特聘制度，損害了一寡為中人的這個利益，所以才會來上街頭，要來抗議，要來連署。但是上街頭的人講，不是，我是雇主，我不是為中人。這是什麼一回事？今仔日會對這幾個議題開始來講起。不過我要先請咱魏老師來講起。世界各國咧聘請到移工的制度，我所知的，阮做一個淡薄仔研究，研究唔敢啦，做一個比較就是講日本的制度甲韓國的，韓國的制度是國家規個設落去，甚至真積極，走去甲要去引進的國家去選，甚至韓國人講，我規期去遐開補習班，甲你教
看你要安怎會當可好調，吼，人有的國家15個、16個，啊，老實講，咱台灣會當聘請的移工吼，迄國家數愈來愈少，人都不愛來，吼。老師，這是什麼原因？我想，這個問題其實足複雜的。頭拄主持人拄啊開始講，上街頭去抗議遐人，到底是咧抗議啥？還是講因是什麼背景的人？是毋是因為中介無錢好賺？那迄直接聘僱的制度開始實施了後，因就無錢好賺？還是講抗議的是雇主，伊真正是足驚講，咱對印度的勞工可能較無遐尼了解，所以有一寡習慣啊，還是風俗的，以及無共的所在，可能會驚講甲騙進來，以後有一寡相處上面還是適應上面的問題。但是我的想法是講，因為咱30幾年前為當然引進這移工了後，其實迄當陣的制度就是仲介制度啊。所以你任何制度你若要閣改變，一定有迄個交易的成本。那迄當陣呢，迄個制度甲即馬嘛有所謂咱佇個研究上面講的迄種路徑依賴，所以你即馬要完全一下就甲改做全部攏直聘，其實有足儕問題。但是你若為比如講公共政策的制定的角度來看，任何一個公共的政策，伊攏有足儕利害相關人，就 stakeholders。那仲介是雇主嘛是，移工嘛是，社會人一般人嘛是哦。佇個政策內底會啦，但是阮若較具體的迄利害相關，對，可能就這三個為主。啊，但是真正你若以這個議題來看，真正是社會大眾其實嘛是真重要的利害相關人，所以有可能這個制度的轉換的過程當中，仲介的利益的確會受到影響。啊，你頭拄仔講到韓國的直接聘僱的這個制度吼，其實。伊毋是講真正是政府去走去遐移工的來源國去找工人，伊是先建立一個迄資訊的系統，啊，迄套系統會使，互要找迄移工的雇主，啊，閣有佇個外國遐要找頭路的遐移工，會使透過這個平台啊去進行迄媒合的工作。台灣為30幾年前開始引進移工的當中，都是用仲介，所以你即馬要去向改。真歹改，但是政府其實嘛有責任，因為30幾年前開始就有這講這個代誌，啊嘛有設立18個直聘中心嘛，但是咱即馬甲這個系統攏還未建立起來，就變做講，你講我有要做直聘，但是我直聘的方法甲韓國的迄種做法比起來較複雜，啊，佮即馬嘛無迄個系統，迄當陣無好用，無好用，啊伊會講啊，安尼恁到底是真正要做直聘，還是講要甲所有的利益攏有遐仲介業者，所以毋才有這種聲音講是仲介業者佇。部長有講3個月之內會檢討會簡化，希望做會到啦。但是我伊咧搖頭啊。我知，因為30幾年來攏無看到有做啥物代誌。你即馬個雄雄講，我3個月會使甲這個問題解決，其實毋是遐爾簡單的代誌。但是我要講的就是講，毋管講這個仲介制度是毋是真正已經就是即馬大家咧講，包括迄失聯移工的代誌，其實嘛因為仲介費用的沉重負擔嘛，所以伊安怎談，伊錢攏摕去還迄仲介費嘛，就變做講伊就愛用逃走的方法，對，啊伊就逃走嘛。所以我意思是講，仲介制度即馬已經佇遮，啊嘛有既得利益者嘛是佇遮，這既得利益者是一個中立的名詞啦，吼，毋是真正在講遐仲介業者安怎。所以你即馬是安怎，我即馬會感覺講雙軌制是。現階段政府要去做任何制度的轉換的一個必要的一個措施。啊，當然我知影講像台全會啊，還是講一寡移工聯盟，因對種迄雙軌制其實意見的是較無。來，隨著你講。好，談到迄個討論個，阮台灣即馬政府都有直聘制度啊，吼，也毋過其實你若看迄個監察院誒。迄個報告，你就會看到，其實政府伊設這個政策到即馬，其實使用者一寡迄個頭家因用起來攏足歹用的，因為伊一直是一個迄個網絡的迄個網站，吼啊，其實你就是迄個上傳一寡文件就安尼爾，也毋過咱的政府其實因無佇迄個外國，無佇越南，無佇印度，
印尼菲律賓去設一寡迄個對接的吼啊，其實迄個一寡使用者誒用的時陣，伊嘛是講吼其實伊的好處就是互迄個移工毋免付迄個中人錢、中人費吼其實刷落來攏是迄個管理的成本攏是迄個頭家家己愛負責你若無按照迄個規定來處理個發錢吼雖然伊是一個網站，樣個其實你佇過程中你閣愛去因講差不多去10樓的網站，閣愛迄個處理才愛申請的迄個代誌。言之總之就是歹用啦，真歹用嘿所以。但是你有贊成魏老師講的，講目前你即馬一絲啊要甲斬掉，哇，這個真麻煩。毋是麻煩而已，就是講你會礙着人現有咧實行，你即馬咧進行的代誌，就要慢慢用雙路吼落去做，慢慢才來改。其實即馬是袂使等啊，因為大家講個迄個卡達車迄個巨大捷安特的代誌，銀行發錢，互美國發錢嘛，迄個因發錢就是迄個。議題就是講，迄個工廠的迄個移工，因攏來付這個中人費吼，這是屬於強迫勞動安尼吼，所以除了迄個家庭看護工醫療吼，台灣所有的移工攏牽涉在一個迄個跨國的供應鏈內底吼，即擺的趨勢就是移工袂使付這個中介費。所以台灣的在每一個產業中小企業然後要追上這個國際潮流其實就愛思考講這個強迫勞動的代誌愛處理。會像應該安尼問，我應該安尼問你，就是講，咱要來改這個制度，唔是要隨着這個潮流，咱是要有這個合理的這個。這個制度的，是。那麼要達成這個合理的制度，這個現主時你用殘倒掛7、5角，完全的停落來，安尼敢做會到？其實我同意迄個剛剛迄個教授講的，咱即馬就是30天來攏是入境以來，吼，咱所有的服務其實不管是迄個中小企業頭家也是有長照需求的這個主人吼，其實因是安怎攏愛找中人，就是因為中人伊提供需求的服務嘿。按討論就是講到底這個服務甲迄個這個頭家這個主人個上重要就是迄個移工是安怎愛付出這麼大的這個中介費、中人費吼導致因有一寡比如講迄個越南來移工足濟迄個調查攏講因來台灣迄個第一年因攏來付迄個中介費，付迄個貸款吼，因來台灣吼。攏佇迄個就散的迄個鄉下。這咱攏知，這咱攏知，就是節目當中咱攏討論過。我的問題就是講，實際上有通好做到馬上做到安尼無？那如果若無可能，咱要安怎如何來達到這個境界？我剛才講一個印度的例子。即馬印度的做法其實甲以前無共，伊是雙軌制無毋對，伊比例上當然直接聘僱嘛是較少。較少的原因，咱頭拄仔攏討論過啊嘛。伊即馬有95%是用中介的方式，但是印度迄邊的做法，甲以前像越南嘛，還是其他遐個，毋是伊甲東南亞遐個來源國的政府的做法無共。我這邊就是獲得的資訊是講，印度的政府其實伊有規定講，印度迄邊，咱若即馬透過印度的中介業者來做這個代誌。印度那邊的中介業者對移工所要求的迄中介費上懸1個月的工資，所以伊無可能像以前咱聽到迄邊。對，伊意思就是講，
除了我頭拄仔講咱的制度的轉換的問題了後，即馬政府甲印度迄邊公開過，伊嘛有警告過，伊嘛有講會使，阮就是規定1個月的工資做中介費，所以伊無可能像以前剝削迄種代志出現。所以這就是我的意思是講，其實有政府有就正面跟積極去回應所有的這個議題。只是講制度的轉換是需要時間，雖然今嘛是一屆加1000個爾嘛，對不？啊，今嘛規定是講咱先5%用直聘嘛，但是真正開始去做一寡制度的建立的代誌。以前過去30幾年有直聘中心，但是實際上是無在做這個代誌嘛。啊，今嘛台印勞務的確是像一寡社運團體在講，其實咱會使用這個機會就開始去討論檢討，嘛開始去實行那制度的轉，嘛他已經開始實際在執行那個不同的制度的轉換，啊，這是需要時間呢。啊，我是講印度這個較好的所在，就是講伊政府有規定講，你上懸就是1個月的工資，你袂使就是要求傷濟迄種不合理的中介費用。葉上你聽起來安怎？其實伫5年前，迄個民間社會都有迄個移工大遊行，就是去喊出 G2G 嘛，國對國直接聘僱。迄個即擺印度移工的議題，其實2年前的講這是一個足好的機會，咱來參詳看，敢會使韓國。因就是為差不多2004年，因就開始因為看到講足儕移工因有迄個人權的問題，所以因設計就是講吼有一個迄個公法人 HRDK 啊 ，HRDK 因就是一個足大的以國家來支持的一個非營利中介，吼，按來設想就是安尼，因就是提供服務，從招工這個培訓，吼，然後來台灣，甚至還會去照顧因的迄個剛才在適應，吼，因的語言，吼上重要就是講，迄個費用哦，其實足俗的啊，吼，因然後第一擺來，差不多你移工吼來付差不多不到1萬，吼，不到1萬，然後都有足完整的服務。這部分吼，我有傳這資料，小等咱才好好討論。我要先和李老師哈，李老師，我要先大概 summarize 一下前面所講的哈。第一個，我們剛剛所討論到的是，台灣目前跟印度所討論到的其實是雙軌制哦，是5%跟95%。對。那麼，而且這個95%所引用的這個我們叫偽中人哈，就是中介費，其實也只是1個月的薪資。那麼也兩邊這個即使是兩軌，其實也都在做檢討啊，這是第一個。然後第二個是，我有問到說，這是不是已經影響到了台灣原本的我們叫 dependent path， 就是依賴路徑，就是過去就這麼幹，而且這些人他們都有固定的這個利潤抽成，他不願意現在就馬上放棄，那麼這是剛剛所討論到的。可是我要先請李老師來談，因為這一次很多人談到說這個印度人怎麼樣，這個當然是100%的族群的刻板印象。你先來跟我們電視機前面或者網絡前面的觀眾朋友先解釋一下，因為我的大學背景是阿拉伯語，我們也以為阿拉伯人就是那個樣子，其實後來我們去了阿拉伯世界，有發現哇，什麼顏色都有，什麼有高有矮，就好像我們去法國的時候，覺得每一個人都高鼻子藍眼睛嗎？當然不是，法國人也有很矮的，比我還矮的，頭髮黑黑的一堆。您先說說看。我先講，昨天我跟我爸爸說我要來上這個節目，然後要討論這個議題。他說怎麼會有人這樣去想？全世界的人類都是一樣的，只是上面不管是什麼膚色、講什麼語言、長多矮多高、什麼膚色，我們都是同一個人類，所以我們不應該這樣子去歧視其他的人。這是我爸爸，他是86歲了。那
我聽到這些言論，對，我覺得很可惜。我在台灣已經很多年了，30多年，那我一直对印度人推廣台灣。我自己有主持一個節目叫 Namaste Taiwan， 讓印度人更了解台灣。我都說台灣人是多麼好，對外國人非常友善，而且非常的包容。所以当我再一次看到這些社會上的言論，我真的覺得很可惜，好像覺得我過去30年的努力都白費了。還有像老師這樣子，我們一直做台印，可以看到我的國旗，一直做台印的一些合作。因為印度和台灣有很多可以互補的地方，很多可以互補，不管是在教育、人才、科技。這個很多的方面，所以当初我們聽到說要開始引進這個印度的藍領，那我們覺得，這個又是一個新的一個階段，我們可以有更多的地方可以合作。那之前已經有很多印度人在台灣，我們大概現在台灣已經有快1萬個印度人，那包含。高階很多公司的高階主管，或者是工程師，有學界的做博士生或博後研究的大學生也有。我自己是在台灣第一個印度大學生，所以我從那個時候現在到大概快4000個在台灣念大學的印度學生，我就覺得真的很開心。那我們對台灣也是有一些貢獻，有很多的印度人在台灣是做貿易、出口貿易。我們當初80年代、90年代，台灣是全世界出口所有的東西都是 Made in Taiwan。那個時候，印度人也有很多的貢獻。那接下來，我們台灣面臨到少子化、老年社會，我們有一些需求。印度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我們出口人才到很多的国家，包含以前台灣也是。那現在台灣需要的是另外一種的人才，那印度剛好也有這種的人才，這個不是天作之合嗎？李老師，你說說看哈，我知道的是，其實印度是現在在世界的移工圈裡頭，它也輸出非常多。我看到一個數字，我不知道對不对，1000萬。1850萬的移工在全世界。對，所以我其實講坦白的，印度不欠台灣啦，就是印度不缺台灣這個市場，它可以到別的地方去啊。問題是台灣現在怎麼找來找去，就剩下越南、泰國、印尼、菲律賓，而且人家印尼越來越不想來。對。因為很多的國家也要這些地方的人，所以現在其實是賣方市場啊。是，而且我覺得很危險，因為台灣把所有的蛋都放在這4個籃子，萬一哪一個籃子到時候蓋起來了，或者不給我們，那我們怎麼辦？不是多開發一個籃子不是很好嗎？也沒有強迫說你這個雇主你一定要強迫你一定要找印度的移工，你可以選擇嘛。你本來是貨比4家，你現在可以貨比5家，這不是對身為消費者需求方，我不是更好嗎？我應該就對觀眾朋友說哈，其實我不是在推銷印度移工，我只是在講印度移工在世界上而且市場而且位置。我說我不是在推銷印度移工這件事情，我在談的是印度移工在全世界的這個移工市場裡頭，它佔有什麼樣的位置？它應該不是起碼是前3名吧，就可以輸出人數是。對，那包括我所知道的，像韓國啦、日本，他們的移工的國家都10幾個，對，都10幾個。台灣目前其實缺工的情形是越來越嚴重，但我都還沒有，今天我們都還沒談到家庭移工哦，家庭移工我們還沒有規範在勞基法裡頭，哦，這個我們都還沒辦法談。但是問題是，現在目前你所知道的，台灣已經有沒有工廠的老闆或者是公司已經開始跟你們打聽說，我可不可以趕快我來先拿先拿第一排，我可以先拿到這個移工，有沒有人這麼跟你接觸過？不是跟我，可是我聽說已經有。
因為其實台灣有很多的工廠，他們已經有過這個跟印度做生意，或者在印度設廠的這個經驗，所以或者跟印度商的合作的經驗，所以他們知道印度有非常優質的人才，是沒有輸給其他的來源國，所以他們已經有在問。因為我看到人家新加坡的這個文字記載裡頭，他做建築、營造。造船，它優勢就是會講英語，而且技術的程度比一般的國家來得高，所以他們就想要先從印度移工先來招聘。那這是今嘛目前社會的事實是安尼。我講給觀眾朋友來自己參考，我不是鼓吹吼，是愛讓觀眾朋友來了解。但是我要先問一下這個子維哈。Givi 在印度超8年，8當。啊，你全印度攏去過嗎？無誒，印度實在傷大，所以就怕甲講每一個所在攏去過。我想問你，你食食會習慣沒？會習慣啊，印度的料理其實就好食的。我小等下問伊，看台北吼，看倒一間較正宗的。哦，台北其實有足濟間印度料理的，所以我就想要講落去啦，但是今仔咱唔是美食節目啦，吼，咱先講倒來講，你在印度，你對印度人的概觀是啥物？概觀，因為咱知影一般人對這印度的這個刻板印象就是啥物？啊，這個種姓制度啦，伊這就是 untouchable 就是 untouchable， 吼，咱以前有一個名叫做惠多，華語叫惠多啦，吼，種姓制度頂頭會當領高領紅高紅啦，其他攏袂使，無就講常常傳出來講，因為這個對女性真歧視啦，你有親身感受到這種情形，還是講其實？因不斷這20-30年以來，其實社會變動真大。其實就親像我拄則講的，我佇咧印度做8當的記者嘛，我去過足儕所在，毋過我嘛無法度所有的所在佇咧印度我攏去過，所以印度人有分非常儕無共款的印度人，就親像咱即馬坐佇咧遮，咱嘛是無共款的台灣人，嘛無人想講，佇咧台灣有安尼的印度人，佫會講台語，伊佫會曉講我是李美君。所以其實印度真大，有14億個人嘛。所以咱所了解的印度，無的確是為電影，無的確是為網絡上的啥物故事，還是講為新聞。所以咱了解的印度是一部分的印度，毋過足儕人用一部分的印度去想講，規個印度攏是安尼。就親像真濟印度人，我佇咧做記者的時陣哦，是甲我問哦，咱台灣的立法院是毋是逐工攏咧相拍？這是伊的印象啊，還是伊之前有看過一個新聞講台灣安怎？結果伊所想的台灣就是安尼，所以這件代志其實是雙向的，就是親像咱講即馬印度人要來台灣，咱台灣人會驚，這是正常的。毋過咱嘛愛想哦，印度人要來台灣，伊嘛會驚。親像即馬，現在和李老師講的。對啊，佇咧印度的媒體，我有一寡印度媒體的朋友，最近其實一直傳遮的消息給我，因為印度人看到安尼的消息，其實會唔敢來台灣，因為因感覺台灣人會歧視他們，會排斥他們。所以今仔日若真正開放這個政策，講印度的移工會當來台灣，唔那是咱台灣敢有需要印度的移工，咱愛看人敢來無。人要來無？拄則有講到，東南亞的移工，無論是伊感覺台灣的環境無遐好，還是伊賺的錢袂當遐濟，所以伊要去杜拜，伊要去香港，伊要去新加坡。咱印度人嘛是安尼想，所以咱來講距離好啊，台灣甲印度的距離，甲印度甲杜拜的距離，杜拜是較近的哦。足近的啊。係啊，毋過薪水嘛較懸哦，因遐閣有朋友。閣有差不多900外人的印度人佇遐生活，佇遐做工課。這時陣，咱台灣是毋是有競爭力？這件代志咱也愛想。所以咱想這塊代志的時陣，其實愛想雙向的。咱定定為家己的這個位置來想講，咱台灣人會驚，我無介意，我無習慣。毋過阮攏無去想到別人有介意無，別人有習慣無，別人敢會驚？
我應該安尼來問你這個問題，就是講，其實我無愛咱這個節目吼，變做講，咱剛才咧講理想，吼，但是社會的事實、現實就是有一群人，伊就是安尼想，伊就忍不住，伊就是安尼想。那麼針對這群人，伊會安尼想的人，咱應該要有啥物實際的措施，通好互伊理解，通好互伊接受。甚至要逐步慢慢來做這項代志。這個方式是啥物？你敢有看過？以你的這個採訪經驗啊，還是印度人伊的特質，你有想啥物建議？互台灣這陣有這種我不管是講刻板印象也好，還是講有這種想法的人，要安怎來做改變？其實互相了解是上重要的代志，所以親像拄則李玫君有講嘛，其實伊佇咧台灣30幾年的時間，伊開真濟時間去甲大家溝通啊，去了解印度。也毋過我感覺印度移工這個問題，咱會使做兩件代志。頭一件代志，咱台灣毋捌有印度的移工嘛，啊毋過咱會使看別人的經驗。所以親像佇咧海灣國家，因有超過900萬人的印度人佇咧遐。是安怎因無變成性侵之國？安尼是安怎？咱台灣會感覺，若是印度人來，咱台灣就會變成安尼。所以咱會使參考別人的經驗。啊，另外一件代志就是，咱會使做一寡示範甲測試。因為你毋捌看過印度移工來到台灣，所以你會想講，敢會發生啥物代志？也毋過，若親像即馬咧講的，咱會使有1000個。2000個印度移工來到台灣，去看覓咱的社會敢會出現啥物改變？就親像足儕人講，我無愛甲印度人做伙生活，啊，毋過咱即馬台灣已經有1萬個印度人，你逐工攏會甲伊做伙，你無感覺？所以未來若是親像甲李玫君拄則講的，若是有台灣佇咧印度有設廠、有設公司的安尼的業主，因有興趣，那也是講有特定的產業。台灣甲印度兩個攏有需要，其實會當做一個示範。你若是有安尼個示範做的時陣，大家心內迄個驚嚇，無滴考會較少一寡。是，李老師哈，我剛剛我再大概再簡短說一下，剛剛那個尤小姐說的，就是我剛剛問她的是，我們一直在說我們應該要怎麼樣，應該怎麼樣，那就是理想。但是這些反對的人，其實。他的腦袋裡所想的，他是一個 mental reality。那怎麼樣能夠不管是說服他或者溝通他？那麼他提出幾個方法。第一個當然是去做初步階段性的這個鋪排，這是一個。第二個是說，如果有台灣公司、工廠、行號在印度設廠的人，他們也許可以來談一談，或者是來看。在台灣有這種可能性，他們也可以來說，你對於台商在印度接觸的多嗎？我沒有直接接觸很多，是應該 Tracy 的比較多，接觸比較多是印度商人在台灣，對，印度商人在台灣，那他們對於台灣這一次這種狀態，他們怎麼看？也是很難過啊，跟我一樣，就希望。這些人可以去理性思考，因為我住了那麼多年，平常我都說台灣人對印度人很好，平常都不會有這樣，平常對印度人的刻板印象就是印度很熱，然後大家用手吃飯，數學很好，很聰明，工程師很多，也有這樣子的印象。可是就是這個移工的議題出來的時候，就很奇怪，莫名其妙就會開始這樣子操作。你覺得是為什麼？你帶了一個手板。你帶了一個手板，你要來告訴我們你自己的發現和觀察。我的看法是，台灣人真的很善良，然後很容易被帶動氣氛，就是有人帶頭開始講一些東西的時候，然後大家都很。你那一張手板是什麼？這一張手板是之前對印度移工的這個，跟這個針對印度移工的這個議題，大家在網絡上面的一些說法，然後就是有一些比較有公信力的機構去查，到底這些言論是在講什麼，然後他的講的那個
那個模式是不是有一些相近？是不是有一些蛛絲馬跡可以知道它從哪裡來？然後有發現其實很多都是從中國那邊來的，因為它是簡體中文。其實因為那邊人口很多嘛，所以全世界的很多華語內容都是從中國那邊生產。那包含關於印度的很多內容也是從那邊來。那邊跟印度的關係不是他們不是好朋友，對，所以跟台灣也不是他們不是好朋友。对，然後我覺得我是台灣人，所以我們跟他們也不是好朋友。所以當這個有一個地方，他們跟兩邊都不是好朋友，他會希望說兩邊也不要有好處。OK， 那就是創造更多的內容。那他可以達到什麼效果？他就是可以當那個帶頭，然後讓台灣這邊的很多的社會上的一些就是整個聲量往負面的方向走。所以這個我覺得這些東西不是真正的台灣人自己心裡想的，至少原本不是，可能現在會被洗腦，你叫 brainwashing。現在被洗腦成這樣子，那我們現在要讓他們看到那上面大部分都是什麼言論？有講就是當初像剛剛講的台灣會變成一個新青島，或者是什麼印度人工作很懶惰啊，對女生的安全。印度人工作很懶惰，對，是嗎？有講過這樣子，然後就年輕人，他是說台灣的年輕人都在反對。可是其實去反對的可能 maybe 一少部分而已，可是就是所有東西會把它誇大。這是您整理出來。然後聽到的人也會覺得，哎，怎麼大家年輕人都這樣想？其實不是年輕人都這樣想。是。對啊。好，我要請葉翔哈來講一下哈。咱咧討論這個議題的時候，因為我隨想我要邀請到這個要來抗議的這個團體吼，請因來講吼，但是因為拄啊無拄啊好吼，我嘛無希望講咱攏咧講安怎拄安怎，咱就制度面來講吼，實際上我頭下問過尤小姐吼，咱即馬現主時會當做就先雙頭先行。是。但是這個雙頭來行的，即馬初來引進超1000個嘛。這大部分需求，你所了解的需求是什麼性質的？是中小企業吧，還是較大型的公司？伊一擺要400-500個人，這種的公司。其實台灣一直咧迄個缺工啦吼，迄個。其實去年啊，旅宿業吼，台灣的迄個國旅吼要救起來，所以即馬旅宿業咧喊是不是會使互因迄個工人吼？但毋過即馬按迄個就業服務法還未開放嘛，吼還有迄個中小企業，其實台灣差不多高轄5攏是中小企業，吼所以迄個想要讓台灣愛依賴移工，就是因為足多迄個工課，不管是工地啦，還是基礎建設，然後還是迄個長照工作，其實足多台灣人本勞攏無愛做，吼所以其實台灣其實無缺工，其實是缺廉價勞工，吼所以想讓這個按引進的移工攏是來自就是屬於東南亞的這個國家吼葉翔，你講台灣其實無欠工，是欠真俗的工。是，但這項代志我觀察的吼，比如講佇迄個手切的這個飲料啊，手切的飲料，迄算迄錢嘛無算濟啊。因為要叫你做8點鐘，你嘛擋袂掉，迄攏是線工。是，5點鐘、4點鐘，少年人寧可來做這，伊不愛去做迄。所以我感覺台灣的這個勞動的情形，其實是甲全世界攏差不多。
差不多的情形。我的意思是講，包括我即擺來去餐廳，哦，真濟攏唔是咱台灣本地人啊。是。吼，這個現象是愈來愈普遍。我要講的是講，其實台灣人應該要面對這個現實，就是講啊，你的囝兒是誰，就是攏不愛做這種頭路。吼，伊寧可去 7-11，去 Family Mart， 去做這個線工，伊嘛不愛做這個，伊手冊伊嘛好，哦，伊就是不愛做這樣有的無的。那如果若是這個情形，咱台灣整體的這個移工的政策，若要愛你講一項，你講即馬現就是愛改的是啥物？其實按愛開始討論講，是不是愛為這個客工制度來開始討論，敢會使轉型成移民制度？因為即馬台灣攏無人要生囝生。伊個出生率很低嘛。哦，你講這個問題更較大咯。要毋過這是一個上重要的一個，因為過差不多20-30年以後，台灣的人口結構會非常的迄個倒金字塔，這是一個國家安全的議題。哦，這國法所應該要講。所以其實即馬台灣差不多87萬的移工嘛，然後過加上迄個。逃跑的失聯移工，擱一寡黑數100萬以上，還100萬以上。其實這100萬，你想看嘛？因是用因上青春、上好的迄個勞動力，擱拋家棄子，吼來台灣做一寡足辛苦的工課，因佇台灣就是10檔、13檔。其實按愛思考講，其實即馬像迄個主持人講的，按即馬台灣是足依賴遮個好朋友，吼，所以即馬台灣閣有面臨缺工加人口結構的議題，所以其實按來思考講，阮台灣是愛改變的是。唔是愛缺勞動力，是一個台灣人口政策要整個思考，係多元化的思考，安尼係。哇，這愛請老師來講，哦，伊講變做移民政策，這諸事體大哦。對啊，我感覺剛才講移工的問題，還是講大家煩惱的代志都已經這麼多，你即馬要甲擴充甲移民，其實更加複雜。但是我會當理解講，伊會擴大到這個問題，意思是講，我一擺要來解決的感覺啊。無可能啊，這種代志哪有可能一擺來解決？因為國家的發展是安尼，一直在發展，一直在變化嘛。你無可能講，這個時陣現主時做的代志，會使去解決未來咱拄到的所有的問題，迄是無可能，迄是不切實際。任何一個制度的一個設定跟規劃，攏無可能是安尼去思考的吼。是啊。我其實是同意迄義祥講的迄，我自己的看法嘛是講，真正頭家毋是講不愛請人，但是伊不愛開傷濟錢去請人，安尼伊賺的錢會使較濟，還是講伊甲遐個錢佫摕來投資的錢都會加較濟嘛？所以這經濟學面頂攏有講，我會使同意。但是什麼是一個合理的一個薪資合理的利潤？我感覺這佇個台灣較少人去討論，所以我三號我是同意迄義祥講的講，其實大家在想的是，會使安怎用較少的錢、較俗的工資來請較好的工人，對無？啊，但是我嘛要講的就是講，其實政府嘛知影這個問題，因為像台權會啊，還是一寡勞權的團體，攏一直在倡議嘛，所以有幾次的那個基本工資的調整嘛。啊，今麥問題就是講，啊，今麥調整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已經達到那個我們講的合理的一個水準這樣子？所以這個是一個我感覺會使繼續去關注跟討論的議題。啊，如果是移民的話，我覺得更複雜，就是說，老師，咱今麥移工來台灣，因的基本工資是甲咱台灣的基本工資是調濟平嘛？無，我頭拄有甲義祥。在錄影進前都有交換意見。你若是你講以長照來講，你若是機構長照的機構，伊是甲基本工資共款。但是你若私人去請的人，都無一定啊。
是家屬移工嘛？對啊。老師你講的是家屬移工嘛？家屬移工就是無佇勞基法內面啦。對啊。這敢有合理，這無合理。但是政府是安怎做？我知影，因為我有去開會。因遐雇主協會的講法是講，即馬需要迄種家屬移工，還是講看護的很多的家庭是相對弱勢。請袂起。對但是你講請袂起，即馬嘛是有我頭拄嘛是有請教意向，伊講政府其實嘛有針對這個問題有提供一寡補助安尼啦。但是我的意思是講，其實咱先莫去講。移民的代志，咱先甲移工即馬無搞這個問題，啊，擱因入來了後，咱可以用什麼樣的方式讓他們是一個公平來對待的一個對象？我感覺其實這是咱佇咧討論制度以外上重要的一個問題，包括頭拄主持人問迄美君老師甲迄紫薇記者的那個問題是同款的嘛？你即馬若講哦。心態上一直攏足封閉的，對，甲咱生做無共款的，甲咱食飯的食的物件無共款的，就安尼足緊張的，足煩惱的。擱再30年，擱再60年，咱若擱討論這個缺工的代志、移工的代志，咱擱再講共款的代志。這是制度無可能去改變的。某種程度，我是對台灣人有信心啦、樂觀啦，就是講，因為我今年已經60歲啊。所以，對30年前咱看到外國人，甲50年前看到外國人的感覺，甲整個社會對外國人的態度是一點仔一點仔咧轉變。只是講，甲這個卡頭啊，大家拄好印度人較歹勢。毋是，我會使補充無？是。其實我感覺有人咧講咱台灣的社會，還是講一般人的迄看外國人的心態，我感覺是有需要去。進一步去思考甲檢討，咱去看外國人，你若去拄着，講較歹聽咧，毋是東南亞，毋是南亞遮個人，伊來台灣伊敢無做歹代志，有無？有喏。因為我學校嘛，就這毋是遮個國家的學生啊，因的行為舉止是真正都攏掛保證講攏是好，攏袂出代志嘛，毋是。但是咱的想法內底毋是安尼，這就是你講的迄個刻板印象嘛。所以這個代志也無可能，就文化甲迄社會價值也無可能改變。其實30年後、60年後同款，所以這進步其實一個關卡佇遮。這個我們剛剛談到的，就是說，其實還是在談這刻板印象。但是我們實質上看這個數據啊，本籍國民跟外籍移工的犯罪情況，這個數據是很結結實實啊。每10萬人的嫌疑犯數，本國籍的1265.8。外國籍的694，而且這個外籍移工在1月到11月統計的嫌疑犯是5229，這是外籍移工，這個才694人。那麼這如果這裡面都還，你說會有佔有多少個印度籍？如果一旦引進來，當然我參照的是新加坡的經驗，那麼在這上面包括甚至你看啊，這底下這個詐欺的很多都是外籍移工詐騙自己國家的同胞的人，這個我真的問過我們詐騙專勤隊，他說因為語言比較容易詐騙，而且知道他的美感，他可以詐騙。李老師，關於這個。怎麼突破這個刻板印象？你們在過去在做這些交流工作的時候，都是用什麼樣的方法跟路徑，還有什麼樣的界面去讓大家更了解？要從各方面，比如說從文化、語言，還有正確的數據、正確的觀念，而且我們用膝蓋去想，都可以知道說，這個人他在自己的國家是可能有家庭，然後他放棄他的。印度人會用膝蓋講話。我本來要講別的部位，可是不適合，所以我就換膝蓋。Anyway， 所以他們放棄了所有東西，然後從他們的家鄉到遠遠一個地方去工作、去賺錢，他不會害到自己，然後在另外一個國家那邊去犯罪。
通常外國人到一個國家去工作是會很守法的，不會去做一些不該做的事情，因為我們希望能夠在那邊可以賺一些錢，然後錢寄回去給我自己的，比如說爸爸媽媽或者是我的太太、我的小孩。互相的那個連結其實是很強的。互相連結，還有我們來去出國去賺錢，就好像台灣人也會到西方國家嘛，以前也會到西方國家，可能去留學完就留在那邊賺錢，然後那些那個錢寄回來，不管是菲律賓人、泰國人、越南人，都是他們在這邊辛辛苦苦賺的錢，都要寄回去養家。要是我還是要問你一個可能要比較直接的問題，你認為種姓制度這件事情對印度人到海外的表現有影響嗎？沒有影響。你問我是什麼種姓，我不知道。現在在印度的憲法裡面，這個已經是禁止，不能因為他們的 caste 而對任何人有任何的歧視或限制。对，那我覺得這個也是因為中文的翻譯，比如說或者甚至英文的翻譯，原本在印度這個是一個階級，是階級跟職業的分別。對，那你說世界哪一個國家沒有階級？每一個國家都有有錢人，沒有錢有窮人，然後對窮人會有一些歧視。美國也有，歐洲也有，任何地方都有。那社會裡面很自然會有不同的階級，按照他們的社經地位。OK， 那只是因為在印度呢，這個制度變成有一個 label， 有一個標籤，然後它就被標籤化。然後是以前英國殖民印度的時候，拿了這個一個印度裡面這個階級，然後把它制度化，然後他就跟那個他所謂的高階的人，然後他給他們比較多的資源，教他們英文，然後用他們來控制下面的人，然後就是洗腦那些下面的人說你們不如上面的這些人。原本在印度這個不是一個，它不是一個要分裂社會的一個東西，它只是很正常，在任何世界的社會裡面會有不同地位的人，這個每一個地方都有。是，這個我讓子維來補，吉米你來補充，你對種姓制度在印度你自己體會是什麼？我感覺其實種姓還是有，也毋過伊是用無同款的方法，因為咱知影種姓攏是為咱的課本裡面才知影的，所以咱的想象就是講，伊若出世，伊就注定愛做啥物工課，伊會使做這，袂使做迄。毋過即馬已經毋是安尼的情形。即馬我真濟印度朋友哪有安尼？對啊，所以伊有伊的影響，伊無完全的消失。毋過，像咱想的實在是真無共款的。我感覺這嘛是一個機會，因為因若是來到台灣做工課，阮就是看伊的能力。看伊的年歲，看伊的資格敢有符合咱的需求，這也可以破除印度的種姓的制度，因為因有其他的機會，因會使去杜拜工作，會當去香港，會當去新加坡，所以我感覺咱若咧討論印度的移工，咱愛尊重伊的文化，咱要知影因即賣的種姓是安怎，毋過過度強調種姓這件代志，是我發現台灣人佇咧去了解印度的時陣，常常有的問題。咱感覺伊的社會問題就是因為種姓，咱感覺伊有這個問題就是因為種姓，啥物代志攏是因為種姓，這是毋對的。所以，若是咱今仔日討論印度的移工，會當親像咱討論其他的港仔人，伊敢有符合伊的資格、學歷身份。我感覺這是一個機會，阮會當莫去討論傷濟甲種姓有關的物件。也毋過，咱會使看到台灣有真濟企業去到印度，因會拄着文化上的問題，也是因無尊重因佇咧種姓，閣有一寡因在意的代志。這咱嘛愛尊重。也毋過，阮袂使把所有的代志攏講，這就是因為印度的種姓。我要留1分鐘給李老師做最後。讓你再來說說看，對這整件事情你自己的這個態度跟想法。最後1分鐘。哪一個事情？就是整個嗎？對。我覺得我們應該用更
台灣人的本質，台灣人的這個善良的本質，還有整個理性思考的這個能力去想整個事情。我們應該去比一比，就是我們說好處跟壞處，用合理、用數據、科學化的方式去比較，然後去考慮這件事情是不是對台灣可以帶來哪些好處，然後可能會讓台灣有一些機會去改變我們現有的一些制度，以前可能做不好，哪些地方我們可以用這個機會來改善，然後不能把所有移工或者失聯移工的全部的問題歸功到印度，因為印度移工根本還沒來。那如果有這麼多個失聯移工，這個是印度的錯嗎？謝謝。聽起來就是